8月2号，我们需要你一起参加党员大会，让改变的能量可以持续。不管是选举或是执政，我们都把它当作是一场改变政治文化的社会运动。今天我们主党就是扛起了改变政治文化的责任。其实政治不难，找回良心而已；执政也不难，莫忘初衷而已。政治就是要落实在人民生活的每一天。有人批评说柯文哲没有中心思想，其实对我来讲，我的中心思想就是台湾的整体利益跟人民的最大福祉。我最重要的理念就是让人民过好一点的生活。所以对我来说，台湾的整体利益、人民的最大福祉，才应该是政策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很可惜，现在的台湾是个人的利益大于派系的利益，派系的利益大于政党的利益，政党的利益又大于国家的利益。而现有的小党又受限于意识形态，变成了主流政党的侧翼。我们永远要想，我们要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台湾给下一代。我始终认为，有任期的选举制度，加上没有历史观的政治队伍，造成了今天台湾政治上的困局。台湾一直缺少长远的施政规划，最后只剩下短线的政党利益的操作。在财政上，我强调财政纪律，重视预算的执行率和施政的效果，严格管控举债和债务偿还，绝对不再有支出。就是因为我们永远想着，我们要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台湾给下一代。我们要让台湾政治文化的改变力量可以在国会、在台湾各地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成立这个新政党的目标。超越蓝绿不是要消灭蓝绿，而是让大家可以在这个社会共存共荣，都有机会实现各自的理想。今天我们成立的台湾民众党，以台湾为名，以民众为本。台湾就是我们就是民众。我们相信众人的智慧会超越个人的智慧，所以要集合众人的力量来改造台湾，确保每一个在国会为我们打拼的伙伴，在全台各地为我们打拼的伙伴，都能实践正直诚信与改变政治文化的理想。希望这个政党的成立，在蓝绿以外，让台湾人民有另外一个选择的机会。历史由众人去贡献，由众人去承担，最后也由后世的众人共同来记忆。台湾民众党原本是1920年代台湾民主前辈在日本总督府的压迫之下所成立的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台湾人政党，所以它有历史的意义。今天我们再次成立台湾民众党，赋予它新时代的使命。虽然有不同的时空背景，但是相同的都是要唤醒国人的政治觉醒，改变台湾的政治文化。国家之力量在于国民全体，在于制度健全，在于文化高尚。青年勤政本来只是政府的基本条件，结果在今天的台湾却变成了难得之事。所以必须先处理最基本的国家治理问题，强调联能政府，重新建立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也只有联能的政府，才能凸显台湾在世界的价值。今天我们成立的台湾民众党是一个理念的结合。我们不是政治上的领导者，而应自诩为文化的传导者，谨守以民意、专业、价值作为政策决定的原则，以清廉、勤政、爱民作为我们执政的自我要求。在我过去任的经验，清廉、勤政、爱民的信念是可以做到的，也可以作为我们执政的价值。最后，感谢各位的参与。8月2号，我们需要一起参加党员大会，让改变的能量可以持续。如果要走得快，要一个人走；如果要走得远，要大家一起前进。